大家好，我係樂善堂李賢義幼稚園容燕儀校長。首先好衷心感謝首席快樂觀協會幸福校園嘉許計劃頒發幸福校園優異獎呢個殊榮俾我哋。呢個獎項對於我哋團隊多年來建立關愛文化嘅一個肯定，讓我哋可以持續喺呢一方面關注同埋積極營造幸福感嘅校園。幸福感係來自每個人內心自發嘅感受，同埋喺氛圍上面得到心靈上嘅滿足同埋愉悅感。我哋喺學校經常都會為小朋友送上擁抱，其實一個好簡單嘅笑容，好真誠嘅關心、問候同埋回應，呢啲一點一滴嘅累積，無形間喺每一個人嘅心入邊潛移默化咁樣建立咗幸福感。當大家都長期處於有各種氛圍嘅環境裏面嘅時候，無論大人啦、小朋友啦，都會自主將一啲幸福嘅感受以説話、行為、動作，甚至乎唔同嘅形式去傳遞俾唔同嘅人，讓身邊嘅人同樣獲得幸福嘅感覺。我哋未來會秉承住幸福校園嘅理念，一直持續發展同埋傳承落去，希望進一步可以提升學生嘅快樂指數。咁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多謝各位。